大家好，我係 Crystal 啊，今日同大家嚟到清泉雅居睇一個實用面積532尺，屬於一個3房嘅單位喎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大家一齊嚟睇下。首先一入門口呢，就見到一個長方形嘅客飯廳啦，然後仲見到一個特色嘅露台添，採光好充足啦，同埋好光猛。好啦，首先我哋就睇咗個廚房先啦。佢就呈呢個長方形嘅設計啦，但係佢備餐同埋煮飯嘅位置呢都相當之充裕嘅喎。明火煮食啦，又有抽油煙機，廚櫃都做好晒噶啦。小家電可以擺呢度啦，雪櫃都擺埋入嚟。好，然後睇埋個浴室。空間感都非常之好啊，相當之實用，而且仲可以放埋個洗衣機入去添。轉翻身出嚟啦，我哋睇第一間睡房先，佢都係第二大嘅嗰間房嚟嘅，方方正正啦，非常之好擺位下。好，然後呢，就再睇對面兩間房嘅，咁呢業主就改咗少少則啦，咁就原本係向外開嘅兩個房門呢，就再做咗呢個對門開嘅。好啦，咁就睇呢個細房先，咁可以放到單人床啦，或者係可以做兒童房或者係工人房都可以噶。然後就睇埋個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個窗呢，就做咗景觀窗啦。望出去個景觀一覽無遺啊！而且呢都係非常之實用，仲做咗一個頂頂大衣櫃添。好啦，返出嚟，再望下個飯廳，再望下個客廳，事不宜遲睇埋個露台啦。景色非常之開揚。而且景觀仲相當之有層次感添，遠望就望到太湖花園啦，同埋太湖花園非常之向往嘅球場景觀。如果大家都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歡迎聯絡我陶思思睇樓㗎，多謝晒大家。